你是否曾問過自己，為什麼許多富裕家族的財富似乎難以持久？今天我們要談論中國富人的困境。許多中國富人在資產高峰期積極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第二家族基地。背後的心理不僅是稅務規劃，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然而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，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這正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。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進入2020年代後，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它讓企業家開始理解制度的力量，並為後續的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奠定基礎。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，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。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，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，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。但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所以，如果你還沒有思考過自己的財富戰略，現在是開始的時候。不要讓制度的限制成為你成功的障礙。記得關注我們的頻道，繼續了解更多有關中國富人財富管理的實用知識和資訊。